王英偉、霍光洙一起頒發卓越亞洲電影人大獎。張東健、湯唯。第18屆亞洲電影大獎頒獎禮於今天16假香港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舉行。張東、湯唯奪得卓越亞洲電影人大獎。張東健在採訪表示好耐冇嚟到香港，今次到香港的心情亦非激動，好榮幸可以奪得呢個獎項。湯唯亦好開心，已獲得這個獎項，在香港與唔同地方的電影人埋一齊，呢種氣氛係好特別的。湯唯亦認為自己好多空間可以進步，仲有好多機會可以去成長，而這個獎項亦是一個好好的開始。他直言香港，他的寶地，每次返香港都是尋找自己喜歡的地與食物。張東健亦表示，去年在泰國拍攝一套電，亦有負責那電影的後期工作，期待盡快可以同眾見面。而最近的心態，亦是想嘗試更多不同的影以及多樣化的角色與大家見面。湯唯表示這獎項很有分量，希望自己也可以更好的沉浸在戲裡面做得更好。張東健稱讚湯唯的演技非常識，亦非常期待兩人可以有機會合作。